老圍村巴士站起步，經鹹田新村到老人南崖，過天后宮後接上芝麻灣郊遊徑 C21404 前轉左入灰路，從灰路上望老人連崖。老人南崖的範圍很大，我們會從左邊玩到右邊，就從這裡開始尋找好玩的攀爬吧。位置在南崖的最左最企的，需要有個高手徒手攀上後落繩。左崖比右崖難，手位很薄，臨頂還輕微突肚，返回崖底棧道。上望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玩的，我們選擇橫移。落少少的位置是老人石河，高手負重先從傳統線攀上，回望左崖方向，下面是望東灣。這幅去年都有玩過，在崖底打個卡，隊友陸續攀上，位置在右崖的中間，上段比下段企，手腳位都充足。回望，續攀上，這幅超過50米，中段90度角，但手腳位充足。位置是剛才右崖的有一點航拍效果。此時海面看到耶穌光，來玩第4幅，亦是最容易的。位置在傳統線的右邊，同樣是先由繩落，再攀上，盡興後上接灰路離開，到達天吊龍281，途經廟仔墩，再接上芝麻灣道，最後到老圍村巴士站散。